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2月1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，列王记上卷16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兴起甲落败。洗礼约翰对迄群要来接受洗礼犹太人，还是法利赛人，安尼讲，恁莫心内安尼讲，我有亚伯拉罕做我的祖先。洗礼约翰甲因讲，上帝会当对石头的中间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这是伫马太福音第3章第9节的经文所讲的。当然，即句话除了有责备以色列人的意思以外，也有明白的指示：上帝通兴起，也会通落败。也是讲，一旦人若失去迄个警觉，失去迄个遵行上帝诫命的即种的使命的时阵，上帝就会当停止伊的赐福。伫前2天的经文分享的中间，咱陆续讲到所罗门王的兴起甲落败。咱也提到伫亚罗波安同款的问题，伊的兴起甲伊的落败。事实上，伫所罗王嘛是安尼，敢毋是？伫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中间，咱也时常看到因会兴起甲落败，也是讲被掠甲归回。兴起是上帝的主权，是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的安排。上帝兴起先知，上帝兴起一个领导者，上帝兴起以色列人，落败咧。当然嘛是上帝应允啦吼，较重要是讲，因为人离开上帝的诫命，或者是更较清楚是讲，人离开了上帝的正道。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记载，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进前。当伊看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为着这个城，上帝的城来祈求，并且耶稣阁有言耶路撒冷将来无偌久得要落败，并且耶稣安尼讲，无有留一块石头伫另外一块石头的顶悬。即句话当然引起当初时犹太教的当局、遮个领导者的不满甲生气，也是讲大多数的人共款，咱真少去反省，真简单就去怪罪，咱要怪别人较紧啦吼，咱拢感觉家己做得足好诶，安尼啊吼。耶稣基督接续伊说明迄个原因啦。当伊咧讲无有一块石头留伫七块石头顶悬的时阵，伊后壁讲啥？因为恁无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。即句话有2个真重要的部分，一个是上帝的拯救，另外一个是时机啦吼。虽然犹太人拢伫旧约的中间知影有米西亚的有预言甲应允，但是因却看轻上帝所赐落的拯救耶稣基督，因为因虽然知拯救的应允，但是却家己自高，也做家己真牛，用家己的标准来看上帝的拯救。所以，因拒绝承认，并且拒绝接受上帝的拯救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。因为因看轻拿撒勒，因看轻伯利恒，因毋相信这个目像的囝就是上帝的囝。
因毋相信这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，因不但无接受，更加想尽办法要来誅灭，要来誅灭耶稣。咱拢知影，即摆的记载是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。即摆最后一个旅程，耶稣基督行入即个受难的旅程。昨咱有讲到即种明智知却拒绝，是上大的歹。好若亲像亚罗波安，好若亲像所罗门王，好若亲像所罗王，拢是共款。因拢知爱照上帝的指示，却家己来离开这个正道。今日的经文的主角是亚罗波安的接续者，这个巴萨。共款的上帝也提醒伊，警告伊，莫亲像这个亚罗波安共款。但是伊犹原甲过去的这个王亚罗波安、所罗王共款。所罗门王共款吼，因拢离开上帝的正道，偏离上帝互因的教示。耶稣基督对耶路撒冷的预言讲，因要彻底消灭恁甲恁的城墙内的人民，无留一块石头伫另外一块石头的顶缘。即种的彻底的消灭，也会通讲是后壁咧讲无一块石头留伫这个石头顶悬，意思是讲迄个城墙无有搁存在啊啦，城墙无搁有存在，就是安尼一块石头散下下安尼吼。城墙伫古早的时代，代表一种的稳固的保守，是一种抵抗外来攻击的一个物件，一个力量。所以拢失去啊！是啊，当咱拒绝上帝的拯救的时阵，就要失去上帝的保守因为安尼来行灭亡来落败。要有人愿意接受这种落败的事实，但是事实上是咱必须爱去面对甲接受的。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当咱愿意面对、愿意接受事实的时阵，咱才有机会去看到咱家己的问题啊。咱通常看袂到家己的问题。当咱会通看到家己的问题的时阵，咱才有可能愿意谦卑来面对上帝是咱的救赎主。咱才有法度去承认上帝的拯救，然后去接纳。愿主来帮助咱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2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到第6节，列王纪上卷16章第1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19章41到44节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兴起与败落。施洗约翰对着那一群想要来接受洗礼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们不要心里想着，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先祖。”施洗约翰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从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他的儿女来。”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9节的经文。这句话当然是有责备以色列人的成分意思啊。另外呢，也明白的指出，上帝是可以兴起，也可以使人败落。一旦人们失去了警觉，失去了遵行上帝诫命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落败。
在前2天的经文分享的当中，我们陆续的提到了所罗门王的兴起与败落。我们也提到了耶罗波安同样的问题，他也被上帝兴起，也败落了。其实更早之前的扫罗王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他们的问题都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不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去拜偶像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兴起跟败落的事情，也看到以色列人因为离开上帝就被掳，以上帝的怜悯然后归回。兴起是上帝的主权，兴起是上帝的旨意，兴起是上帝的安排，兴起先知，兴起许多的领导人，都是上帝的安排与旨意。可是败落呢，当然也是上帝的允许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是人们离开了上帝的诫命，离开了主的道路。在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最后一次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，看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为了这个上帝的城而哭泣。为什么哭泣呢？因为就像他的预言一样，耶路撒冷即将要落败，并且他说不留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。这样的话语当然引起了所谓的犹太教的当政者、当局不满跟生气。但就是如同大多数的人一样，我们很少去反省。犹太人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很多时候我们倒容易去怪罪别人，怪罪上帝。耶稣基督他接续的说明了原因，他说：因为你们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。这句话有2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一个是上帝的拯救，另外一个是时机。虽然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的当中讲了非常多，可是他们却看清了上帝的拯救耶稣基督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拯救的应许，却刚愎自负的以为用自己的标准来看上帝的拯救。他们拒绝承认并接受上帝的拯救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。他们甚至看轻拿撒勒，他们也看不起伯利恒。他们不愿意相信木匠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，是基督。他们不但不接受，更是想尽办法要除灭耶稣。我们都知道这一趟的耶路撒冷之旅是耶稣基督的最后之旅，是他的受难的旅程。那昨天我们也谈到了这种明知道却拒绝是最大的恶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罗波安，上帝告诉他要遵守诫命，他却拒绝。告诉所罗门王，如果能够跟大卫一样，他的父亲一样，就必要蒙福，他也拒绝，离开去拜偶像。扫罗王也是一样，他认为自己是王，所以就不用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就自己去献祭，那样的骄傲。今天的经文的主角耶罗波安的接续者巴沙
也是同样的，受到了上帝的提醒跟教导、警告。他不要跟耶罗波安一样，但是他仍然离弃了大卫的这个模范，离开上帝的正道，偏离了上帝的教导。耶稣基督对耶路撒冷的预言说道：他们要彻底消灭你跟你城里的人民，不留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。这样的意思是说，石头跟石头都存在的，可是城墙却是不存在的。城墙在古代是代表一种保守、抵御、防御的一种能力跟东西，这样的墙。当这个墙不在的时候，表示他们已经失去了保守的力量。是的，我们拒绝了上帝的拯救的时候，就失去了上帝保守，而必须要走向灭亡跟败落。没有人愿意接受败落的事实，但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却要去思考。但事实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接受的。当我们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们才愿意谦卑的面对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才能承认上帝的救恩并接纳他。愿上帝帮助我们。